话吼，中秋时大，大家中秋佳节快乐，祝大家美满幸福，谢谢。谢谢。那我们也谢谢我们千元哦，把他们。用了。拢下工袂用诶。就是一个人缴多少钱，然后他们就是要请你分配好，然后大家一组大概然后会接到哦，生活还是生人？生活一路啦。哦，一路。哦，一路安尼偌济？一路1000块。一路1,000块。啊，拢准备这食安尼。然后还有那个碗啊，每次15啊。还有炒面啊，还有汤啊，还有无菜啊，来看家这袂歹啦。啊，这什么村呢？无新村。较早捌办无？捌，但年拢嘛办，那使无办。啊，你住几楼哈？啊，阮兜拢2楼。拢从今日来到3楼。今日3楼。啊你讲好钓天嘞？啊。当年嘛太钓天嘞，那使无钓。来行吧，有通无菜袂歹啦。啊你几岁？几岁？这啥？这是林家的街。哦。你真好运的呢哦，真好运的啦。民众菜会长地理会长。哎，站长，啊，谈到你抛绣球，你找着几个人啊？啊，怎么抛？一个两个找面。怎么抛？怎么抛？哎，易云来先抛来。来，等一下，爸爸又来了，爸爸你的工作又来了，来，我们彰化儿女来抛。啊，接到的是怎么样？有红包嘛哈？有。我有红包吗？不是。你红包干什么啦？来，我们先盖一下，来，看了哈。你爸在现场，爸爸，你女儿借我们用钱换手。谢谢。你现在去采草莓吗？啊，不是，不要了。你感受一下来酱油的心情。然后我们要把玉林的这个缘分签给哪位朋友呢？来。然后我跟你讲，就是往后往后丢。来，为了公平起见，不要动，公平，来旋转。晕了，把你们手举起来，准备接了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往后抛，来。1、2、3，丢！哎，等一下，回避，这个不算，不好意思。易云抛绣球第一次，1、2、3，幸福到1人，好气哦呀！1、2、3，抛！来，在抛绣球的同时，我们请普兴乡农会总干事张其贤先生，张总，先带来一首歌热场一下来。好，带来一首《心情瓜咯》送给大家，掌声鼓励，心情谢谢，心情瓜咯。我看到我们里外的我们等一下还要继续抛绣球。好，继续抛绣球。听说我们主席在一起，将近1000多人，主席也要捐赠我们烤肉欢乐。我们现场除了配合华山基金会，我们有捐发票给华山基金会，还有我们有摄像的摸彩，还有我们抛绣球的活动，让我们相信能够体会到中秋节的快乐，中秋节的团圆，人年可以团圆，让大家能够更美好、更快乐。